而这方面报道，真侪所在也传出淹水的状况。气象署是表示讲，今仔日全台湾不时拢有落雨，差不多伫暗时8点了后，这雨就会落较厉啊。也若拜六礼拜这天气还阁是袂歹的。提醒民众，这几天这天气变化是有影较大，所以爱随时来注意气象资讯。 透早的大雨，让北部民众出门上班、上课真无方便，尤其部分地区甚至传出淹水的消息。气象署拜四早起针对基隆、双北、桃园、新竹县市发布大雷雨特报。气象署表示，受到风面影响，早起落伫双北和基隆的大雨，1点钟落差不多50至70毫米左右。其中新北五股和台北南港落上济。气象署提醒，虽望方面豆豆落南，不过中部以北的民众今仔也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。 锋面持续在往南压的过程当中，其实锋面还是持续影响台中以北跟宜兰地区，气象署还是持续有发布大雨特报，提醒这些地区的民众还是要特别注意雷击、瞬间强风跟大雨的情形发生的情况哦。整体的雨势比较趋缓下来，要等到今天的晚上之后，8点以后虽然是看起来没有什么雨，但是要提醒天气还是不稳定，有一些局部雨发生的情况。 气象署指出，今仔北部的温度因为这波锋面有较加挂，不过明仔载就会返烧，上高温可能会到30度左右。一直到拜六礼拜，全台湾的天气拢加真稳定，水气较饱，温度也较悬。北台湾地区的话，明天温度就马上回升到30度左右，主要是因为锋面远离之后的话，这暖空气就回来了。在20而已，天气相对稳定的时候，各地的温度相对都是比较偏高的情形，台东要注意会有粉风发生的机会。 气象署也提醒，目前准备要进入涨水期，定定会有这款短时间内上大雨的情形。后礼拜也会有新的锋面接近，请民众就要随时注意气象署上新的消息。记者刘新武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